根據眼前嘅天光片，你執到嘅猥瑣骨頭油團，你會開刀。請問醫生，那係大殺狗呢？留單純大殺狗類比，開刀會幫你復原到下腳。後續我哋會會診骨科，將老你做進一步解釋。你最每一擺食東西係幾多點？今半夜清早8點。我哋建議係空腹將開刀，我請你對兩下開始莫食東西。接下來我哋會過做到開刀前嘅基本檢查。請問開刀前會空腹幾久呢？千萬唔愛8點鐘久。所以喊來8點鐘久，將做得開刀係麼？係，除了非常緊急情況，一般我哋會建議空腹後開刀，因為有啲患者喺麻醉過程中會判，呢度會增加風險。了解，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嘅幾率有幾高呢？係講手術過程順利，身體嘅功能做得恢復到當好，尤其係像你咁樣嘅後生人，我哋後續會將骨科醫生強下會診。會大便幾多日呢？像你呢種情形，大體大便時間係3到5日。不過我會留你講嘅係，醫生不過記錄人，樣品全靠自家去攞。是麼醫生？以後我先讓你抽血檢查，還要做提供啥哦？好，我過讓你消毒，會有啲的切。好，那係還有任何疑問，就得告訴問醫生。你係辦理大便嘅手術單，請你求醫院門口嘅做手術開推辦理大便。是麼呢？我哋下就求辦理大便，等你哋完成大便手術，到等平方護理開推會通知我哋，就做得帶你上去平方休息一下。好，是麼呢度？